这是讲当结婚嘛？这是讲这物件，互相相关，靠关系，啊。这是实践物件，这是讲分，这是讲法，这是讲经。就叫人受持读上，吼，迄个做受持读上处经，吼，读上书经来记书记为他人说，记录上去。因为你持就持佛法经，持经就开始往那佛经相到外化去。你这个实践物件，咱先看这点文化不出来，是按照这个物件。三界诸佛，即诸佛安尼做，他们全部来改成出经出来。这个佛道理经方面代表很难讲，所以咱先是做个教育，这个公司的内容，马上就消灭，但是基础的是，咱有信心无？咱有这内力无？咱过去都是接待，咱大陆还是哪做了？其实我现在讲，我这个两种，是真正的落来，中间的循环嘛，对不对？咱来循环来是在修学分，咱若落来，咱是强迫性来，强迫性来，啊，你今天循环来，你就随缘性的来。但是既然你来到这个世间了后，你今日遇到牵到咁多。尤其咱今日会当遇到三宝之法，天官透过合作，是佛道各个关在是意识各实相。那安尼真正会互咱坚持做个这个消灭，会当当吉安做什么三宝事，后边有诶当吉安做什么三宝事？当吉就无相正正啊，当吉就修行法师，往往我是千万毛法师，这个啥？力。这个是理智力，这个是配，这个是用，这个是动用，配分配用，配用它就叫做动用，千百万个动用，是不是呢？啊，然后呢，咱用今日这个叫做啊，真方不变，因为配用动用到千百万个，你今日是一个千百万个话基本啊。你处处在这样处，一切性还做了改变重要，拢是迄讲这个物件。所以呢，你爱怎样？哦，就是爱怎样？懂得阿弥陀佛什么什么的，你会当懂得着无相正正觉，懂得就能够第一是种动它，第二是经常方向，最高的妙法，无相正觉。了解就还互相，是不是啊？相当于了解还互相，发现什么？二目神通来发现那个，发现这个。哦，二目神通来发现，萨佛，再来呢？大罗汉，西天之眼就请得大，相当于来我请客，这就是啥？哦，了解就还互相，当下就还相道，了解就还互相。你有了解无？有了解这物件无？所以今日随时合入这个经典的内底当中，咱今日会当受持读上这部经典，欲人天间，是人间的随业，这句真正的是人间的随业，定位福德，经世受持结果，真正随业即为消灭。你这个消费者立马就得得到，所以有人讲，咱这个刚刚简单，因为不搞那么久，你这个有那天，我明仔日听听啊，所以讲，今天讲的时阵啊，收几劫啊，收几济，上不得安尼收，对不对？你收到300星期，咁收到2年，啊你当下还相到，啊你了解就还互相，讲遐简单。过去
去到泰国，我感觉到美国，咱去到泰国，咱就无可能。哦，这种飞机是3点发生到，咁是要去到美国，咁迄阵敢有可能去？我感觉第二啦，到我身边的时阵无可能。但是要去美国，咱2个月过就到。哦，所以时间的关系，咱对三宝生活的这当中，咱对咱的三宝生活的这当中，你了解就很不强，真的了解很不强。这个资料算是不难明年，这样是别差的，是不是呢？很明显，因为辛苦的这当中感受的见面，所以咱就会去泰国，这个。